是呢，周公有一个真重要的一句，比起鲁国更较重要，就是伊阿兄武王为国了后，武王的囝成王还佫细汉，还佫细汉的囡仔要来做天主，是毋是困难的？伊袂毋知影要治理国家啊，叫一个十岁囡仔来做总统，伊敢有才调做总统？无才调，啊那安怎看？一定要有一个有经验，而且呢，佫有才有德，一个佫贤明的大士，迄个身躯比较辅助。所以呢，这个周公就是武王，武王的小弟，先王的阿姐，先王已经做天主啊，武王为通，所以呢，武王就拜托这个周公一定要好好来照顾先王，互先王呢会当会当治理的天主的职责，天子之子啦。周公就是文王的第四个后生，所以咱来看周公伊的身份，周公伊的身份是无安尼啊高贵。人讲皇亲贵戚，皇亲贵戚啊，他的身份是很高贵的哦。所以呢，伊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照顾先王到治理国家。所以伊袂当去鲁国，然后呢，伊叫啥去鲁国呢？叫伊的大汉后生，就是这个铁琴周公的大汉后生，人讲长子嘛，长子如父，长嫂如母，伊就派伊的大汉后生去鲁国做鲁国的第1个国君。所以咱你甲想起来哦，那鲁国一代传一代，伊的囝囝孙孙，伊是要讲起来就是文王、武王、周公的后代嘛，所以伊的血统是非常的高贵哦。安尼文王、武王就是鲁哀公的祖先，伊讲你想要嘛，有这个治理国家的政策，伊的祖先早就留互你啊，但是你有去用心无？有去用心了解，是安怎文王、武王会当建立周朝800多年的历史？先王呢，为着要这个，伊原来昆定是互民昆定，是互民的敢若暴君，所以伊这个互鲁国一个比别个国家拢无的资格，就是会当交际文王，文王就是伊的祖先，做天子礼乐，这是周礼。这个周礼呢，周天主才会当用，但是鲁国有一个真特殊的福利，伊嘛会当用周天主咧用的这个礼节周礼，所以周礼呢会保存这甲实施者，伫咧鲁国呢拢看到，这周礼保存，所以呢说就是周礼是鲁，鲁国呢有足完整的周朝周礼文化，这是伊的历史的渊源是安尼啦。所以伊要唤醒，通常不是要唤醒鲁哀公，讲咱其实一脉相传，那是圣人之命。咱的圣人，咱的祖先一定有留互咱足侪治理国家的方式，安尼咱若无了解，颠倒要来问我呢？即摆会讲文武之前，祖先留互伊的这个治理国家的政策方法，拢已经写伫咧方式，就是经典就是概册，较早的册叫做竹简，一篇一篇的了笔，用刀刻的，也是用笔写的，也是用啥物笔写的，安尼一字一字刻，一字一字写，所以一本册咱讲三字经也好啦，还是讲新篇也好，咱即摆摕起来是一张纸，天天较早可能爱写几个，这个竹简这个竹简可能爱规矩请的啦，所以即摆咧读册足方便的文武之前无在方式，但是